喺人類圖上面咧，每年當太陽進入41號嘅 Start Codon 閘門，就係我哋嘅新一年嘅開始啦。今年41號閘門咧相當之強勁，因為除咗太陽進入41號閘門之外咧，仲有我哋嘅金星同埋水星以及冥王星都喺41號閘門。咁究竟 Gate 41係乜嘢嚟嘅呢？Gate 41位於根部中心，名為 Contraction 收縮。簡單而言，41號閘門係我哋開始一個新經驗嗰粒種子。我哋每個人內心都有千萬種渴求，咩都想要，咩都想去試下。今年2026年咧，有咁多個41號嘅閘門都同時被激活，代表今年咧係一個充滿住 hunger、充滿住渴求嘅年份，會有好多嘅幻想啦，好多嘅嘢想去 take action 嘅。但係要知道41號閘門之所以叫做 contraction 收縮，係因為人類嘅慾望係冇辦法被無限地滿足嘅，因此今年我哋必須要學會聚焦，學會減少我哋嘅慾望，去留意來自根部中心嗰種不耐煩嘅壓力，去分辨乜嘢應該做，乜嘢唔應該做。大家記得要運用翻人類圖嘅策略同埋權威咧，去睇清楚呢啲慾望背後嘅種子究竟係啲乜嘢，究竟佢係純粹嘅幻想啊，人要我又要啊，定係真正可以協助我哋去邁進2027年全球嘅演化呢？